大家好，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咧，就叫做頭文字 D 戰術啊。因為我費事呃大家嚟，咁所以標題咧我就打定先啦，就係關於食雞即係 PUBG，我自己叫 PUBG 嘅一個遊戲嘅一個戰術啦吓。咁呢套戰術係咩嚟嘅咧？咁首先我驚有啲人唔知咩係 PUBG 咧。其實 PUBG 咧就係喺架飛機上面，然後咧就99個人一齊跳傘落去一個島嗰度，跟住咧就互相槍戰，然後就生存到最尾一個人。係啦，咁咧佢個範圍會越嚟越細啦。一開頭係成個島，跟住收細到只係得翻一間屋仔咁樣，跟住你就總之你生存到最後啦，你互相槍戰。咁當然，如果你有睇過下唔同嘅玩法咧，你會見過有一種玩法咧係嗰個人。佢唔攞槍，佢係淨係攜帶住大量嘅醫療包，淨係回血，跟住咧一槍都唔開，一個人都唔殺。總之佢就全程喺個毒圈入邊，即係總之佢一開始佢就全程攞嗰啲藥包，係啦，然後就係咁回血，係咁回血咯。有呢種打法嘅。咁你最尾你收到最尾個圈咁你唔會走到出嚟嘅咩？呢個就係佢巧妙之處啦，就係因為咧，你喺你個毒圈有個電網噶嘛，個電網咧佢會有啲，即係佢會稍為影響到你個視覺噶嘛。咁如果咁啱嗰個位，佢喺個電圈外面有啲石頭啊，有啲草叢啊，跟住佢一味喺外面嗰度回血咧，其實你見唔到佢，係啦。咁呢一招你話喺電競嘅一個賽事入邊有冇效咧？我就唔知，係啦。咁但係你話休閒玩咧，我就見過人哋用嘅，係啦。咁到底咩頭文字 D 戰術咧？其實咧就係當時咧，中學雞嗰時，因為應該係我中三嗰時最興，中三定中四定中二唔記得咗。總之嗰期係最 hit。咁咧當時咧，我就同另外3個人三排啦，有2個係同班，有再拉多一個係大我應該3年定4年，其實3個人都大過我，一個大我1年，另外一個大我2年，再另外一個咧，嗰個人就踢波嘅，但係我冇乜點同佢踢過，因為點解？因為佢大我3年定4年定5年，仲要大我應該3年定4年，唔記得咗啦。咁你個 level 唔同噶嘛，咁所以我係冇得同佢踢嘅，但我知佢係踢波啦，但係佢應該認得我啩，唔知啊。咁總之都係嗰啲，我知道你叫咩名，你知我叫咩名，但係冇乜點樣相處過嗰啲啦。係啦，咁唔知點解就同3個大哥哥一齊，咁但係有2個同班，因為佢哋留班。係啦，咁就同3個大哥哥一齊食雞咁樣啦，咁冇乜特別嘢，咁你都係照玩咁樣啫嘛。咁當時我就玩個沙漠地圖啦。咁個沙漠地圖咧，我記得當時咧就，如果你話休閒玩咧，我就中意跳拳館嘅，或者跳嗰個豪宅或者叫別墅嘅地方啦。拳館即係嗰個 Pecado 嗰個拳館，即係大家都知嗰度最多人噶嘛，或者係以前嗰度最多人，依家好似興跳豪宅。即係我有時依家我都中意睇人哋直播啦，咁但係我自己唔直，即係我自己唔玩啦，因為我比較渣。即係大家唔好諗住，你係咪好勁啊？其實我唔係好勁。係啦，其實我直頭渣添啦，係咪？係啊，我唔係嗰啲槍 game 嗰啲人嚟，咁但係我單排我都食過一次雞，係啦，單排咯，我都食過一次。咁至於你話去到4排就食過無數次啦，因為4排你多咗隊友，咁自然自己嗰個實力就唔會話係好要求高啦。咁講翻頭文字 D 戰術啦，咁我記得當時咧就其實邊度都跳下嘅，想玩下，即係咁你咪跳啲熱門啲嘅地方啦。咁當時咧就跳咗去嗰個地圖北面嘅啲地方啦，即係揀啲即係嗰啲冇乜人跳嘅嗰啲城啦，即係專登喺個航道以外嘅嗰啲地方啦。跟住就4個人就喺個地方嗰度慢慢守啦吓，即係慢慢攞槍執子彈。不過以前就玩得 hardcore 啲嘅，依家 PUBG 咧就玩得舒服啲，因為依家咧你啲隊友瓜咗咧，你可以再重新召翻佢入場啊嘛。咁但係以前瓜咗就係瓜咗啦。係啦，咁頭文字 D 戰術咧，其實咧就係跳嗰啲好偏遠嘅城啦，冇乜人嘅城，跟住就慢慢守，然後就見佢收到臨尾嗰幾個圈咧，跟住再揸車回血，跟住就臨尾入到圈。咁嗰時咧唯一一次試呢一招，跟住無啦啦一試就贏咗，即係其實唔係專登試啊，係你誤打誤撞底下
因為我記得點解會叫頭文字 D 戰術咧？因為咧嗰一鋪咧有好多時間都喺度揸緊車，係啦，跟住就唔知點解嗰鋪最尾贏咗啦，跟住之後就試多幾次，喂，呢招行唔行得通咧？之後就輸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呢一招我唔知電競界嘅嗰啲人會唔會用啦，咁但係嗰次就幸運地食咗一鋪雞，係啦，咁自此之後呢招就叫頭文字 D 戰術啦。咁自此之後咧，我就冇再同嗰個大我3年定4年嗰個人玩過啦。係啦，咁係咁多先。